心靈交響曲，記錄在案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撒母耳記下11章27節，大衛所行的這事，耶和華甚不喜悅。英勇又耿直的勇士烏利亞為大衛的王朝出戰，他的妻子拔示巴隙與大衛王同房，通姦後懷了孕。大衛王詭計指示烏利亞回家就寢，但烏利亞定意不回家，要與士兵們同室同行。大衛的惡行快被揭露，他在施計要置烏利亞於死地，竟然使出卑劣的手段，吩咐元帥約押派烏利亞前往極兇險之敵軍陣地，又不加以支援，使烏利亞孤軍作戰到最後奮戰而死。大衛雖為君王，卻濫用權力，在人以為犯了罪，行了惡，沒有人可以知道時，卻忽視了神的律法與誡命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姦淫。在神的面前，所有人都不能逃得過耶和華神的眼目，不要惹起神的憤怒。讓我們一起禱告。我們的神是無處不在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的神，人們所做的事，他完全知道。在聖靈的引領中，使人得聞福音，在回應主耶穌的呼召時，可歸回神的恩典，得蒙神的喜悅。以上祈禱藉主耶穌的名，向神禱告我們。